佢愛我，佢冇愛我，佢愛我，冇愛我，佢愛我，佢冇愛我。哎呦，呀一波嘅啊，我有認識伊咧寫下個嘅，我知道佢冇冇嘅呢，韓國同豬頭啊，佢會唔會請我出去吃飯啊？按補頭會唔會同我講下天話？我就知道我要見面冇啊！韓國同豬頭吃飯嘅時間，我就看到順豐有一個寫下個嘅同亞嘅朋友報下工，我就知道哇，迄個我要做得同佢變做安樣互相報下工，佢有幾浪漫呢哈！哦，哎呦！你看呐，連下工都係同你講啦，自家報下工嘅名聽聽啦，算了啦，出來看呐，今日愛做也下工料理，算了愛準備按多乜嘅材料哦。今日我來做嘅下工料理啊，係做下工球，韓國佢放嘅醬係幾醬哦。韓國人啲土房地度做料理，故說人盡量平面，按樣用油油泡泡按樣嘅東西，故說人今日我用配上來做下工球，先去老配上備燒一下哦。配上嘅溫度啊，一般來講就係180度，韓國備燒一下，你就盡量準下度都冇相干。備燒過後就做得轉去處理食材哦。好，一開始人就愛先來處理人嘅下工，下工學薄學以後愛記得米愛留下來，按樣做下工球怎會講哦。下工薄學以後就做得撈入米酒，淋到會上去。好，韓國人嘅鹽俾佢滷一下。好，做得哪塊嘢，撈佢邊邊啦。本佢當面全部就有溫度入米酒，韓國鹽水。有溫度以後撒下來，因為人愛做下工球，下工球愛圓圓，這樣的影響愛搞太簡用嘅當簡單，就做得來做出圓圓的下工球哦。大家做得拿一米下工起來，拿起來以後啊，啲凍昂一片，好，戳一個孔，卡到位嘅時間愛生意哦。戳一個孔，啊一片唔好切斷哦，搶一片有一個孔就好誒，一片做唔得切斷。好誒，以後就做得米塞到呀下工地度。好，另外一面按樣再攞佢搓出來，按樣塞落去就有一隻下工嘅樣誒，有看到下工球嘅樣誒。好誒，以後攞佢同樣放到呀溫地度，撒下來第二隻。好，同樣到位塞落去，到位切下去。好，一隻孔，韓國人做得撈米，塞落去。塞落去後，過後，人哋下工球嘅餡呢就做好了。餡呢做好以後，好，人等下我來做呀蘿蔔二碗嘅粉呢。一般人用泡泡渣渣，人就係碗麵粉。不過基本嘅啦，人愛配因為本佢有酥酥脆脆嘅感覺，人就唔係用麵粉咯，係用一類人都做成呢按樣嘅包小片，有冇？當到小朋友早晨就會用來放牛呢，係用呀東西來做。係假使講你冇用包小片，其實用一般嘅蘇打餅乾，按用餅嘅，沒做得，然後佢餅到呀推嘅地度，餅落去，韓國拿出任何做嚟用嚟烤嘅東西啊，唔好拿玻璃啊，唔好拿肥嘅，拿乾麵棍啊，一係其他東西就做得，烤就硬烤就好誒。好，差唔多烤好誒，以後啊，就看得到地度已經變做脆脆嘅感覺誒，脆脆嘅以後就做得撈呀cheese粉，然後佢倒落去，好倒落去，韓國然後佢混合一下，混合以後就做得撈佢倒出來，倒到人哋大盤嘅度後，然後佢全部倒出來。
好，也就是等下要用来温下下工嘅口味嘅。好，数一下。好完以后，你下工就要来开始温粉咧，温好就做得拿去拍呀。卵先攞佢攪匀來，卵攪一下。好，卵攪完以後就做得拿下工來温了。下工來温嘅話，你就先來温一下卵水。温卵以後，温好撈卵嘅水滴走來，韓國就做得冰到呀，冰嘅蛋糕，好，撈佢温粉呢，好，像安樣，傾一下，好，安樣一扎就做得了，好，來，聽一扎，聽一扎，聽一扎，温好卵以後。再過來温粉呢，粉呢温好，輕輕嘛，係用張油拉痕，壓起來，放到人嘅盤呢。按用好嘅以後啊，就做得準備留佢放到配上底度了。配上底度總共配也15分鐘，韓國一面差唔多係6分鐘嘅時間。6分鐘過後，我去留佢變面一下，然後就留佢放到配上底度哦。同樣180度。韓國你做得先留佢準，差唔多15分鐘嘅時間，啊，差唔多6分鐘就要來看一下人嘅下工，是不是就要來看一下就錯嘅？好，接下來我會繼續來處理嘅係人嘅醬。剛才有講到好，人下講人係唔係清好食結醬？結醬一般會拿來燜嘛嘅雞盤啊，也就唔過好。今日愛做嘅結醬好係來燜呀下工橋，係唔係當貼片啦？韓國好，我韓貼片假嘅而嚟。下冇係清好食咧優格，呀優格拿來做醬料，真係一定合適哦。哎呀哈，就攞呀結醬倒到呀優格底度，呀優格差唔多係1分1比嘅量，你就差唔多倒呀3湯匙3湯匙嘅結醬到呀優格底度，好，攞佢攪攪啊。因為其實啦，呀結醬啊，佢係酸起嚟做嘅，故所佢唔單止有鹹味、酸味，還有一些些嘅辣嘅味道。故所啊，呀結醬吼同呀優格搭配起來，就唔會有暗重嘅結醬嘅味是點到，會較香甜香濃嘅感覺。好，一下看到當等一下嘅色，韓國再過來加2湯匙嘅滂糖。好食甜嘅人做得加下多啲嘅。好，2湯匙，好嘅以後撈佢攪勻，按用啊呀下工球嘅醬就好了。等下我記得看一下人嘅下工球變面一下好嘛？好誒，就做得來搭配，人哋醬料就做得來食了。好嘞，做得變面了。我聲音聽出我帶呀防疫嘅樹立誒，強強誒，老呀配盤拿出來，強強誒，老佢變一下面，好，變面，好，老佢變一下。變好嘅以後，那我一面咪繼續差唔多配呀6分鐘嘅時間就做得了。好嘅以後啊，接下來還有其他嘅東西要處理。既然啊，我做按樣嘅，像係沙拉樣嘅，就做得來做一些咧菜都順好，做得準備呀，適合嘅飯菜，然後佢變到台灣地度，大家應該都已經懂了解阿全部按樣嘅來處理呀飯菜嘅嗬，就係拿起麵包，做得來加水，好，加啲嘅水。韓國愛放一些咧鹽，按用飯菜醬唔會按夾黃，放鹽落去，好嘅以後撈佢攪攪啊，好，嗱，而嚟做啲麵包嘅容器，整好以後就做啲放去麵包爐，幫佢淥一下誒。
面包乳控用大火捞起面包2分钟的时间。好，今日爱做安样嘅沙拉，也披萨爱当哇，法拉比堡嗰种感觉，嗰种食物当中嘅，唔做得准备任何你好用嘅香菜啊，也系果子，用到叶片菜底度，搅起来你就知道哇，颜色当定一下，嗰个也系 enjoy 来，然后也有果子啊，切到幼幼。切到越幼越好哦，要考验刀工的时间，看人嘅刀法有好冇，就系要到时间咯。好，你就做得老佢切啦，切到幼幼，韩国呀另个咩用用，老佢切幼幼。好，一条东西切幼幼以后啊，等下人呢下工配好，韩国人呢饭菜煮好，安样全部就做在老家下，人做好嘅结浆浆，全部老佢结合到腔下，一下我就会再过去检查一下佢嘅下工好忙哦。好，也配到酥酥脆脆嘅下工啊，已經出爐了，一下就做在老家下，人做好總式嘅果子啊，韓國醬全部攞佢攪攪下，一下嚟啦下工變落去。因為啊，用一包小片啊，佢就會有嗰種脆脆嘅口感，就像泡味用嘅暗好食。好，攞佢變落去過後，就做得來撈呀果子變落去。好，果子攞佢變落去哦，變落去。好，變落去以後，韓國人哋醬咩攞佢淋落去，唔是下去啦，攞佢倒落去。全部攞佢倒落去，按用這樣好食啦。好，各位攞佢攪攪啊，強強嘅冇樣嘅下工會散體咯。強強嘅攞佢攪勻來，好以後就做嚟攞佢放到人哋盤嘅度好。好，小口嘅做一些些嘅擺盤嘅動作。好，咁樣攞佢貼起來。好，各位好，因為阿權妹就請好做呀，有位某一個料理，像我就當好食演習嘅故事，我會變到位演習嘅都當過。好，演習嘅變到上去。好，我愛家家好，翕相片充分介紹細個嘅看，當到細個嘅都喜歡會煮菜嘅細妹嘅喲。好，成本記呀，係我自家做嘅上色模，幾看呢？幾看呢？金貓在演戲啦！好喲，夾出來，都得老師講多咗1分鐘以前冇啦，哎喲。